大家好，我係周長順阿羅，我係康和互助社聯會嘅主任，同時係呢套微電影《同行者》嘅監製、導演同埋編劇，仲有係演員。咁我起初有呢個拍微電影嘅想法已經係幾年前啦。咁我嗰時同一班會員籌備咗一套好精彩、內容豐富嘅音樂劇。我覺得嗰個劇本同埋佢哋嗰個演得好好，咁觀眾嘅回饋都好好，所以我本來好想將嗰個劇變成微電影嘅形式展示俾公眾人士睇嘅。咁直到最近啦，咁啱真係揾到一個基金嘅資助啦，開始真係正式去籌備呢套劇嘅時間，我開始再反思翻，我應該要拍一個乜嘢嘅故事俾大家睇咧？咁我開始反思我自己喺康和嘅一啲工作啦。我喺康和工作咗11年嘅，咁我最令我感觸、最令我感動、令我成長嘅位置咧，就係我見到一啲人同人之間啦、生命同生命之間嘅一啲關係。原來咧，你只要同嗰個人一齊啦，你同佢一齊工作又好，幫佢同佢傾偈、建立關係，其實人同人就會正常有個化學嘅反應出現啦，就大家都會有成長啦，嗰個關係嘅建立啦。呢啲我喺我嘅服務當中，我見到一啲好美好嘅嘢，所以我好想將其中一個好真實嘅故事啦，就透過微電影嘅形式拍攝出嚟俾大家睇，希望都可以感動到大家，讓大家去睇到乜嘢係同行啦，人與人之間或者生命影響生命嗰個美。今次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因為我從來都未試過做一個導演啦，未試過拍微電影，未試過去為一套電影去寫一個劇本出嚟，同時又要自己去演出呢個角色，咁係一個挑戰，同時都係一個成長啦。咁但係呢個唔係淨係我自己一個功勞，而係後面其實有一班好專業不辭勞苦嘅一個工作團隊咧 support 住我嘅，我真係好想借呢個場合多謝翻佢哋啦。咁首先就係副導演啦，阿珊啦，同埋阿朋友阿叻啦。咁因為我自己冇一啲拍攝電影嘅基礎知識，都係佢哋一路同我講翻電影應該係點樣拍啊，俾翻啲知識我啦，係啊，同埋從旁去協助我哋啦。另外好叻好好嘅一個拍攝團隊啦。攝影師教授啦，燈光阿榮同埋收音嘅阿聰係啦，不辭勞苦，佢哋即係好微薄嘅一個津貼情況底下，同我哋一齊努力拍咗3日，同樣係事後嘅一啲剪輯工作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嘅同事啦，係啦，因為拍攝呢套電影咧，我哋同事係準備咗成個月，係啦，同埋呢個本身都唔係大家嘅一個工作範疇嚟嘅。咁我哋為呢套電影準備好多道具啦、服裝啦、排練啦咁樣，好多謝我哋嘅同事啦。然之後就係好多謝演員，係啦。咁我哋首先要多謝徐師傅啦，徐師傅真係一個好熱愛電影嘅人，係。咁好多謝佢喺從旁教翻我點樣去完成呢套作品啦，同埋佢真係好專業，佢演技為呢個電影帶嚟一個好好嘅效果。咁大家睇翻段片咧就會知㗎啦。咁另外就巷姐啦，真人嘅演出啦，呢個故事都係佢自己本身係佢嘅個人故事嚟嘅，喺康和嘅服務當中係啦。咁佢自己演翻自己嘅角色啦，我諗對佢挑戰都好大嘅。咁好開心佢堅持到最後啦，係啦，用盡佢嘅能力去為呢套戲去記台詞啊、演出啊，當中佢好多擔心、好多憂慮，咁佢都過咗啦。咁希望大家睇完套戲都係鼓勵同埋欣賞翻佢啦。咁另外阿子明啦，我哋嘅職員阿 Peggy 啦，係啊，本身一個唔講幾多歲啦，但係佢又拍翻一個中學時期嘅巷姐角色，對佢挑戰都好大嘅，係啦。咁成套電影嘅過程係好辛苦，我哋只有3日嘅時間去拍攝，每日咧就淨係一朝頭早就要開始拍，拍到夜晚先翻到屋企。我一翻到屋企就
即刻瞓覺㗎啦，起身就又要趕翻去拍攝，對大家都係一樣。我哋真係我一回想翻，完全唔記得發生過，即係個過程係點樣，但係完全感到大家係全程嘅投入，呢個係大家啲精神都好感動到。呢套作品可以出現，完全係靠大家，喺度多謝大家。咁希望喺熒幕前面嘅你睇到呢個電影都可以感受到我哋呢套電影嘅一啲投入，一個精神，感受到我哋想透過呢個電影去表達一啲嘅信息，希望大家都感受到。来自你给的梦想，说好了一起流浪，在你去向的地方，曾经那天的想象，手牵手在天空飞翔，是我的力量。这个太阳温暖了冰冷月亮，像永许下的愿望，带给我感动希望，拯救了泪的方向。只